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52章。醒起来，着醒起来，色仔仔着坚强，着穿水的衣服。圣城耶路撒冷啊，对打以后，无受割礼、无清气的，袂阁入去你内面。耶路撒冷啊，将土粉拌迄角起来，坐伫王位。恁遮个受掠的色眼的子民啊，透过颔棍的锁链。上主安尼讲：恁互人卖去的时，无收到价钱；相款，恁得到自由，嘛毋免付赎金。至悬的上主阁讲：大起先，我的子民落去埃及寄居，后来亚述人甲因欺压。我的子民互人掠去做俘虏，无收到价钱。管辖因的人甲因划来划去，规日在侮辱我的名，当我要采取行动。因为安尼，伫迄日，我的子民一定会捌我的名。搁在咧讲话的是我上主，恁看我伫遮。搬山过岭伫宣告和平，传好消息的使者，因的骹脚偌尔啊水。因宣告拯救，对色眼讲：你的上帝做王统治啦！听，恁的守望者在出大声，做声欢喜唱歌，因为因要亲目见证上主倒转来色眼啦。荒废的耶路撒冷啊，着大声欢喜唱歌，因为上主有安慰伊的子民，伊已经救赎耶路撒冷。上主已经伫万国的眼前显出伊神圣的气力，普天的人拢会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。着离开，着离开，对巴比伦出来！毋通捌着无清气的物。恁才会跟上主去区的人，着对巴比伦出来，着洁净家己。毋过，恁毋免赶紧，毋免着急，恁毋是在逃命。上主一定会伫恁头前带路，以色列的上帝一定伫恁后面保护。上主讲：看咧，我的仆人要做的一定会完成，伊一定会受高举，得到荣耀，受高升到至悬。真侪人看到伊会奇怪戆影，因为伊的外貌受损伤，伊的外表无亲像人的款式。安尼，伊会互万国着惊。互列王黄喙毋敢讲话，过去毋捌领受的人会了解，毋捌听见的人会领悟。